大千世界包羅萬象，人和事物與情，往往會因為時間嘅差異、地域嘅距離而緣慳一線。100年前，比利時飛行先驅 Charles Van den Born 喺沙田嘅淺灘上成功飛行費民雙翼機，開創本港嘅動力飛行歷史。從此，地平線交織子午線，時空有咗新嘅定義。香港與世界高速相連，文化、藝術、商貿騰飛發展，我哋嘅生活因此變得多姿多彩，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亦越拉越近。如果冇咗飛機，我嘅嘢就唔可以發揚光大，世界各地都見到我嘅產品咯。我好中意而家呢種 global 嘅生活方式，因為想飛去邊度就去邊度。呢個咧就係我卡通版本嘅 husband 啦，係廚師嚟嘅。10年前啊，佢啱啱飛過嚟喺意大利，最初佢都未定喺香港嘅時候，大家都要飛嚟飛去聯絡咯。如果冇咗飛機，可能要等到80歲先有機會相遇喎。我諗翻起，其實旅行對自己改變最大係啲咩嘢咧？可能即係同當地人嘅接觸咧，係改變咗我自己人生觀咯。我諗翻起即係自己啱啱出嚟旅行嗰陣時咧，其實受咗好多人嘅恩惠嘅。試過喺希臘行山嗰陣時，蕩失咗路啦。當其時就有兩公婆就即係唔淨止俾咗順風車我坐，仲帶我去行咗佢哋嘅城市啦。而家其實旅遊普及咗啦，大家真係應該利用呢個咁方便嘅交通工具，去多啲地方去見識多一啲，擴闊自己嘅精彩人生。航空交通聯繫香港與世界，帶俾我哋機遇、情誼、多彩生活。而家國泰航空誠邀你透過不同創作媒體，分享你非常聯繫嘅故事。非常聯繫，機遇、情誼、多彩生活。